各位同事，大家好。咁我哋成間公司我哋叫 PowerTech 啦。咁啊 PowerTech 下低咧就 PowerTech 下低就有兩間公司，主要就係兩個業務範圍咧。一個就係太陽能，我哋用香港光電。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水耕嘅，水耕我哋係香港水耕公司嘅。咁有兩間公司。咁我哋講太陽能先啦。咁太陽能嘅業務咧，我哋今年咧，我哋嘅短期目標今年咧，我哋希望咧就做到，唔係希望我哋目標係要做到10兆瓦10個 megawatt 嘅電站，要達到2個億嘅業務目標。咁明年咧，出年2022年咧，我哋目標係需要完成30兆瓦嘅電站，咁要做5個億嘅營業額。咁2年夾起上嚟咧，我哋需要做50兆瓦，咁我要保證咧IRR 回報率咧係13%。咁呢個我哋背後已經有上市公司嘅資金支持我哋嘅，咁呢個目標我哋一定要達到嘅。咁目前嚟講，我哋嘅人才團隊同埋人手咧都嚴重不足，嚴重唔夠嘅，所以我哋要揾一個方法喺有限嘅資源點樣利用好我哋有限嘅資源，做得最有效率嘅工作出嚟嘅。咁我哋時間係非常之緊迫嘅，我哋需要團隊嘅協助，一定要打造一個高效率嘅戰鬥團隊，打造一個高效率嘅戰鬥團隊。咁點樣做法呢？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學習下華為嘅工作模式嘅。咁華為呢係喺好短嘅短期之內，佢係30年都唔夠20幾年嘅歷史就可以做到全世界差唔多冠軍㗎啦，全世界最大嘅通訊系統嘅供應商，同埋最出名嘅全世界500強入邊嘅佔好前嘅一個位置。咁我哋要學習華為嘅工作模式，就係打造貼三角，就叫貼三角啊。咁為咗我哋嘅有效率嘅工作，我哋將我哋所有團隊、所有同事咧就分咗唔同嘅崗位、工作崗位。咁第一個崗位我哋叫崗位分工，第一個崗位就係 SM 就係銷售代理或者銷售經理。咁而家就係有幾個代理啦，譬如話阿 Joe、Simon、Coco、Elsa、Henry、Maxine 咁。咁呢個銷售代理嘅工作梗係會開門啦，會同揾到 identify 到啲客戶出嚟啦，咁同客戶開始傾啦咁。咁第二個崗位咧就係 SST 啦，我就叫做 Sales Support Team， 即係銷售支持。銷售支持我哋而家目前淨係得淨呢，咁我哋會不斷咁會招聘新嘅人手嚟做一個 SST 嘅工作。呢個 SST 嘅工作係非常之繁複嘅，好多工作要做嘅。咁我呢一度咧就已經係列咗出嚟。唔同嘅範疇SST 需要做嘅工作範圍咁我呢度就唔詳述啦。咁第三個崗位分工咧就 DE 就叫 Design Engineers， 即係設計工程師。咁而家設計工程師就有 Michael、Derek 同埋 Pico 嘅。咁設計咧就固不然就係去做 site visit 啦，即係我們中文叫做踏勘項目踏勘。然之後就翻嚟做一個電器同埋結構同埋排布圖同埋方案書嘅嚇。咁另外一個崗位分工就係叫 PS 就係 Project Support 嘅，即係項目嘅技術支持。咁而家咧當然Raymond 同埋阿 Fogo 就係我哋最主要嘅一個 Chief Engineer 啦。佢就係提供項目嘅技術支持嘅。咁另外一個崗位分工就叫 PM， 就 Project Manager。即係話我哋簽咗單啦，簽咗合同啦，就將所有嘅項目嘅所有交付就交俾項目經理嚟做一個實施，即係工程嘅實施嘅。咁佢PM 要做嘅嘢就更加多啦嚇。咁再嚟咧就係 SS 啦 ，SS 就係叫 Site Superintendent， 即係工地嘅主管啦。而家就係 Kenny 喺度做呢個咁嘅崗位。咁接住落嚟就係 EE 啦，就係 Electrical Engineers， 即係電氣工程師。每一個項目都有好多電氣嘅嘢要做。電氣工程師就負責同我哋施工隊咧一齊去完成工程嘅電氣方面嘅施工。再嚟一個就 OME 即係 O&M， 即係叫做運維嘅工程師，運營同埋維護保養嘅工程師。
咁一共有咁多嘅崗位，咁其實咧每一個項目咧其實有3個角色嘅，即係話我哋叫做鐵三角啊。我們叫做華為的鐵三角。鐵三角的意念呢，鐵三角嘅意思即係話每一個項目都需要一個團隊入邊有人扮演3個角色。第一個角色就係客戶經理，客戶即係顧不然就係同客戶嘅溝通嘅。咁呢個 AR 咧就主要由 SM 同埋 SST 去負責呢一個角色嘅。咁接住落嚟就係叫做 SR 就叫做solution responsibility 嘅。SR 嘅人咧就叫做方案解決嘅專家。咁方案解決專家就主要係用 DE 同埋 PS 嘅同事去負責呢一個角色嘅。咁啊，再嚟一個就係 FR 就係 full implementation 嘅 responsibility， 即係交付專家。交付專家咧就包括有 PM 啦、有 EE 啦、SS 同埋 PS 嘅。咁啊，每一個項目我哋都需要有3個角色，3個角色就係全部我哋公司嘅所有同事咧，都會喺不同嘅時間點咧切入去做角色嘅，即係呢個做角色嘅。咁一定要團隊合作去做嘢嘅。如果唔係咧，我哋請多人都唔夠做嘅。我哋而家項目非常之多，咁要花嘅時間都非常之多。咁大家一定要做好似我哋工廠入邊嘅一種分工嘅形式，一個叫mass production 嘅一種分工形式去做嘢嘅。每一個人做翻佢自己嘅職責。每一個項目咧，盡快搞掂，用自己嘅職責盡快完成，將個時間縮得越短越好，好唔好啊？多謝大家。